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一年一度的卡普空杯快打旋风6的这个世界电竞的比赛。台湾时间为2月22到2月26，伫美国的加州来举办。台湾的选手真克难，出国比赛，这个收费才早美金300块。啊，比赛的结果是伫总决赛打败着香港的强手，摕到冠军。事后，这个电竞协会发文章来恭喜，但是互网友甲经体口水，讲完全拢无补助选手，搁要来蹦人冠军的热度。啊，体育署是来回应讲，这毋是奥运、亚运的比赛，嘛毋是国际电子竞技总会比赛，是属于选手个人参加的商业性的比赛，所以无法度提供补助，希望民众会当理解。He's going to finish the combo,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, $1 million is going to be awarded to Uma. 卡普空杯快打旋风6世界大赛，台湾的选手乌马卡加米一路过关斩将场总决赛面对香港的选手，虽然胜输一场，要不第2场赢，以3比0打败对手，摕冠军。Our Capcom Cup 10 champion Uma. 一日一摆卡普空杯，台湾时间2月22到26，伫美国加州举行。卡加米选手得到冠军了，得到差不多3000万块台票的奖金。不过伫参加比赛期间，其实无啥物经费。经过了解，除了主办方卡普空提供的机票的钱，卡加米选手5天的赛程，敢若赚300块美金尔。伊一天敢若食一顿，并且挖苦饭店的水补充水分，摕到冠军了。电竞协会伫面册甲祝贺网友讲，无补助，敢若会晓饭选手的公菜。这个赛事它不会透过协会，或者是大家跟协会基本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接触跟联系。对，所以基本上这种赛事，我们一般来讲都是选手自己去报名，或者是自己受邀参赛。体育署表示讲，卡普空杯快打旋风6这个比赛，并不是奥亚运体系比赛，嘛不是国际电子竞技总会系列的比赛，属于选手个人参加的商业性质的比赛，所以讲袂当提供补助，希望讲民众甲民众会当理解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